6月测试就是高中以下学校甲幼稚园老师的资格考试，不过即马传出有考生因为较紧无法度参加，也无补考，等于是规年拍拼拢乌有去。今仔日就较紧的考生甲立委做伙召开记者会，希望相关部会爱解决。我当下快筛阳性的时候，我其实非常犹豫，因为我知道通报了，我就会失去考试的机会。H 小姐透过网络参与记者会，伊原本要参加6月测试高中以下学校甲幼稚园教师的资格考试，煞伫5月29较紧，而且相关单位拢讲无任何补救措施，毋那一年的拍拼拢乌有去，嘛因为爱考试通过才会使实施的规定，小连续影响到实施的计划。我虽不鼓励，但我真的能够体会考生即使有症状，却选择不面对的心情。如果补考跟另辟考场有难度，因为时间太匆促的话，至少在后续的实习顺序上，能够给予我们弹性的调整跟选择。教育部表示，到7月为止，即摆考生有37个确诊，占整体0.38。考虑到考试的公平、加日的分配等等，是无法度补考试。嘛，因为时间伤赶，无法度设置确诊者专用的考场，实施的时间嘛，因为法律规定是无法度做改变。我们在短时间内同一年度，我们要进行补考，要确认那个考试内容的鉴别度，素养导向的题型，所以素养导向的题型研发的难度又更高。所以我们目前没有办法办理补考，也没有考虑补考的原因，主要是这个。现场并无讨论出解决方案，在场立委基例，要是有一寡学系的考生，就算有确诊的状况，要是会使参加学测第2阶段的考试，希望会使伫一定的防疫措施之下，互确诊者独立的考场，嘛讲会搁再发文要求教育部改善。记者郭文长随台北报道。